都兰阿美族的。今天穿的衣服是我们自己台东阿美族的服饰，不要压抑。台湾也有男生穿短裙。好，那有些朋友还不太熟悉，我们就先唱一首歌。今天的带来的歌，大部分都是用阿美族语来唱，也大部分都是用我自己的创作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来，第一首《我们的约定》。谢谢。